看福喜来咧，我係 Rita 林玉婷。講到藍色係從頭擺到見，大家就對上講係最後嘅色水。香港藍顏呢，你係傳統嘅記憶。香港呢歷史久有反駁，還有種特別嘅人文藝術嘅氣氛咯。講到藍顏，大家知咧係乜嘅麼？講語嚟講咧係用藍色嘅顏料來染色，嘅鹹語嚟講係用咧藍田嘅顏料來染色咯。非常嘅講是從家下大家看到嘅。今日呢節目當中非常歡喜邀請到卓野小屋嘅總經理卓子洛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好好分享細細的分享。總經理子洛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卓子洛。那今天很高興來到客家電視台來介紹我們卓野的藍染產業。哇，總上分呀！根本你仰碰地圖真的是藍藍的一片，而且這個藍呢是很有層次的，還有自然感哈。然後全譜就是用植物染，用藍靛染料來染的，對不對？對，我們這邊的話，我們這邊藍染的話，我們全部都是用我們自己來栽種的這個藍染的一個作物哈。對，我們自己從種染料，然後做成染靛，然後再染色，通通都是我們自己來完成的。哇，都厲害哦！我咪按捺一下哈，卓野小屋從18年前開始投入到現在，在我們的苗栗的3義地區嘛哈，子洛基唔係客家人，不過佢身邊所有縣份人95%全部講大家好，阿斯寶嘛，大家好，就是都是客家人，對不對？對，所以你跟客家有很深厚的情感。是。那我自家感應來啲哈，子洛基也好。藝術感，真的，他就是藝術家，他就是一個創作的人。那為什麼你會愛上藍染呢？對，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我就是念美術。那時候呢，就跟着我爸爸媽媽，因為他們從以前就有在接觸這個藍染的產業。對，那我們就是後來就是慢慢的也發現到說，其實藍染呢，它這跟我們這種藝術呢，其實可以做很多的結合。對，它包含說它整個從深到淺，然後各種顏色、各種圖案、不同的變化，都可以來做很多的一些發揮。對，所以說才會喜歡這樣藍染的一個產業這樣子。哇，對藝術創作的人來講哈，如果什麼事情都一個步驟，還有一個蘿蔔一個坑，該是唔好搞嘞。所以我想藍染嘛，就是植物染，它都有一個特性，就是每一個作品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因為跟某可能沒完全共有，是因為這樣真的很迷人，對不對？是，對，因為我們每一件作品一定都是要親手製作，對，都是要下去一件一件，然後像畫啦，都是要一筆一筆畫，然後染啊，都是一層一層的去染，才能夠染出各種不同的變化來。所以這個真的是手工活，這個是傳統的技藝，要一步一步來，就是不可以馬虎的哦。那子洛，你很哪時節開始學習藍染？什麼時候開始學習藍染？我這邊大概13、14年前左右，對，我就是還在念書的時候，就已經到那個台灣手工藝研究中心，對，這邊來去學一些藍染的技法，跟着一位馬芬妹老師，對，他等於是把我們台灣的藍染技術呢，又把它重新把它組合起來，跟國外的一些技術把它拼湊在一起，建造出我們現在台灣現代的一個藍染文化這樣子。你講個藍染哈，你啲講你客家人可能你嘅祖先啲散檔開散檔，那係實你會做藍染嘅衫褲，因為它是很環保，而且它是自己就可以製作，韓國機做的殺菌啊、殺蟲呀的哦，所以它是對身體也很好了，很自然哦。然後呢，厲害嘅藍染哈，它是結合美感啊，不管是台灣的文化或者是歐美文化，把它結合在一起。變成屬於我們現在台灣專屬的藍染的特質哦。你剛才談到子洛，你大概13、14年前開始學，那個時候其實你還蠻小的，就跟着爸爸媽媽一起做。那你還記得你第一件作品嗎？你係怎麼改？是，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手工藝研究中心這邊來去學習一些藍染跟蠟染的一些技法的結合。那我那時候是做的衣服，就是因為那時候主題是要做一些台灣的文化。對，那時候就是因為我們小時候是住在大甲，對，大甲那邊就是很有名的那個大甲鎮南宮。那鎮南宮媽祖旁邊就有一對千里眼跟順風耳。對，我就以那個為主題來創造我，算是藍染的第一個作品這樣子。哇！
哇，抖音它很印象很深刻哦。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你生活嘅所有嘅因素会都被影响，你俩一声音动冲人哦。那后来你们选择搬迁到三义。就真的是因为蓝染吗？你们就举家搬到三义住了？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会希望在三义来做这个蓝染的原因哈。其实因为三义呢，它有几个因素，最主要一个是它的一个客家的本身文化，对他们那边台湾三义早期都有很多人来开垦啊，都是穿着这样蓝染的衣服。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跟当地的一些气候来做结合，因为三义呢这个地方属于我们台湾南北气候的一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它非常的潮湿多雾。对，那像这样子非常潮湿多雾的环境，就很适合我们在这边来栽种我们的蓝草。对，那长出来的那个草呢，颜色特别多，然后那个颜色也非常的漂亮，这样子。原来很用音哦。其实讲到蓝芽嘛，哈，这些所谓的蓝草，它又好像有分好几种，对不对？什么山蓝啊等等的。所以那像你们种植是主要以种植哪一些呢？对，我们这边最主要就是种植是山蓝这个部分，在台湾的南部呢，也有是种植一种叫做木兰，对，它是属于比较平地、热带平地的一个蓝草的品种，这样。所以它的特性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它的颜色、色泽还是会有点差异。对，色泽会有点差异，然后重点它也是不同科的植物。我们山兰是蕨床科，然后那个南部的木兰是属于豆科的植物。对，但是它产出来都可以有这样子蓝靛的这种色素的产生，但是它可能色素给人看的那个感觉会稍微有点不同，这样子。因为 Rita 自己最近也刚好有一个机会去体验染布，但是我发觉我染的就是染起来颜色好浅哦。为什么你们可以染得这么深，而且这么有层次呢？对，一个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到我们整个那个蓝草，我们栽种的环境好，然后栽种的技术好，制作染料的那个技术也都把它品质控管的相当好，然后再加上我们每一块布像这样子都是重复染色40次以上，40次以上，对，40次以上一直重复的染，让它颜色一直叠升，那才有办法保持它的。包含说它的颜色的光泽，然后它的色牢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刚刚某一张动重摇问题啊，就是有人说我这个衣服经过这个定色的处理，它不会褪色，但是我们强调植物染，想强调它的天然跟环保，但是定色是不是要用药水？你们有做这样的步骤吗？对，因为我们就是强调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天然的一个处理哈。所以说我们像这样蓝染的布，我们是不需要定色的。对，我们通常是这样一块布，我们只要一直重复染色，让它颜色非常的牢固，然后再加上我们染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去把它做一个清洗，对，把那布上面表面的一个色素把它全部洗干净之后，那像这样一块布呢，它其实呢色牢度很好，就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化学定色的一个处理，这样子。哇，所以讲到来挑选，就是你必须要很认真的要染40次，然后要真的很谨慎的处理每一个步骤，让它颜色是吃的非常的饱和、很饱满，这样子我们呈现就会很美的颜色。是的。年得很安用音。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多作品，我想请子洛帮我们介绍，像这样的一个丝巾啊，我看这个花应该就是我们的客家油桐花吧？对，没错哈，因为我们三义呢那边呢，它当地就有很多这种油桐花。那我们三义的人民呢，他们早期就会种这个油桐花，然后去取它那个果实来榨那个桐油，来去做我们三义木雕的那个涂层嘛。对，那只是后来呢，比较没有再用这个桐油之后呢，不过三义的那个桐花还是开得到处都是很漂亮。对，那我们就把三义这样子很漂亮五月雪桐花这个意象呢，把它用一些我们用行湖蓝染的方式，把它印在我们的丝巾上面，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穿戴在身上这样子。所以这样，刚才讲到行湖，它就是一个技法，对不对？对，形状的形。对，然后湖是米字旁那个，就是浆糊的糊。对，浆糊的糊，对。它有点像把它封起来，让颜色不要过去，它就会呈现那个形状。对，我们这边所使用的是黄豆糊跟那个石灰，把它用一定的比例把它调在一起。对，然后再来我们透过一块行板纸，然后把这个糊料把它刮在布上面。对，然后干燥之后，这样被涂料涂上的部分，它就会保护住，不会染到颜色。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像这样一块布直接把它拿去染色。那染起来呢，我们之后再把这个糊料把它去除掉，
那图案就会显现出来这样子。哇，我非常好奇，因为像这样渐层，我想这一条丝巾，它也需要40次的染色吗？对，像这样子的话，它这渐层都还是要是人手去抓着去染，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一边抓一边下染缸，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个渐层的深度。所以它的渐层是人要拿着这个染布，你看这个丝巾打开超级美的，它就是需要控制。所以如果我让这个颜色想要深一点，我就进久一点；对，浅一点就是早一点拿起来。对对对，然后慢慢调，一次，然后一直把那个颜色把它叠深这样子。对，它有办法把那个渐层叠得很平均，它不会说中间有一段很明显这样子。对，那每件都是人手去操作，才有办法去保持住它的这个品质是最好的这样子。哇，好简单，因为每一个染色改师傅哦，每一位师傅真的都是艺术家，是的，他都需要把关这个作品，然后每一条走出来的模型，所以你也动胸写来感觉，我们是不是要很仔细观察它染起来颜色的变化等等？对，因为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观察布的状况，我们也要去观察我们的染缸的状况。哦，对，它染缸本身都是一个活的东西。对，我们必须要用去米酒啊、麦芽糖一些营养去喂它，那它整个发酵还原的状况好，那它染出来的颜色才会够深够漂亮。哇，这样讲起来，里面好像有活菌的感觉。对，没有错。真的吗？对，是活菌。是的。所以你要用那个刚刚讲的麦芽糖。麦芽糖。哦，好特别，动贴片烟嘞，颜色还有暗度嘅红门哈，有机会适合动上来体验一下。等下下呢，你继续来谈咧，子路总经理来分享，到来蓝染有哪点好高，按这样的东西而少改本大家，请大家聊一下技术道转来复习来了。所有朋友真到福喜來咧 ，Rita 喺今日節目當中，撈大家少解咧反駁，用藝術英文氣氛嘅藍染嘛，真係非常嘅正，而且個本身是非常氣氛。大家今日談嘅咧總經理子路啲介紹嘅時節，因為就講咧藍染到底係用乜嘢染咧？你有可能做過冇？你要準備咧樣片俾大家來欣賞哦，請大家來欣賞，到陣咧繼續來打嘴鼓。看来咧，让别人觉得非常嘅正哦，有一种心感度觉得当轻松、当自然嘅、当松松嘅感觉哦。今日大家要看到咧蓝染機嘅歌唱，韓國人發覺講，原來像咧採咧山藍，韓國祖先所謂嘅藍田咧染料吼，佢貴農場韓國嘅叫機咧到底係乜嘅藍靛哦？
你啊冻起苗，韩国会经过翻腌，佢嘅色水让做得染出来，后经过发酵以后，所以你咧抢搞总经理到底形容扮演嘅歌唱呢？再次来欢迎罗子洛总经理，子洛你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非常好奇，但是影片拍得很美哦，让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个日光，然后手做的那一种很质朴的美感哦。对，从你们制作这个染料。它这个染料真的是从种植、采收到最后，它变成好像有一点像是很浓稠的水泥状的感觉。对，我们那个染料的话，它制作的过程最后变成泥巴状。那这个是可以供我们去储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大概都会放大概1年以上的时间这样子。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但是要经过一个还原作用。对，因为我们就是先会用一些传统方法，就是用木灰。然后去冲热水，那冲完之后，它那个澄清水的 pH 值就会到12到13，算是有点强碱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加入米酒、麦芽糖跟我们的那个蓝靛的染料下去，然后经过充分搅拌，让它发酵还原之后，它会再从刚刚看到那个蓝色泥巴的状态还原成绿色的状态。对，那我们把布丢下去染一染，起来之后，它跟空气接触到。氧化就会再变成蓝色。原来是这样，因为你看到两染料很呛色，就是绿色的，但是染起来之后，它会变成蓝色的。对，没有错。所以如果小朋友去体验的话，动起来变 K 水，好像变魔术一样。嘿，你看哦，这是绿色的哦，真的染好之后变蓝色的。所以小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到这边来做体验呢？对，我们在我们的三义的这个园区，还有我们在台湾的宜兰跟嘉义。宜兰跟台南都有我们的据点，对，那我们都可以来我们这边来自己来做一些绑扎的一些体验活动，这样。哦，所以你的意思讲就是等于差不多是北中南啦，大家都可以找大家方便的点，我们就去体验这个蓝染，对不对？那刚才讲到染布啊，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工法哈，我们就透过现场的作品一一跟大家介绍啦。我很好奇这个算是门帘吗？对，这算是一个门帘。那我们可以来猜猜看，它现在有看到这种山哦，见山不是山，好美哦。有这样深到浅的一个渐层，你可以猜猜看，它是从上面往下还是从下面往上染的一个方法，这样子。我知道，你还抽，我觉得它是从下面往上染诶。对，它这个其实它是从倒过来给它染的哈。你看到它有上一个山头有没有？从山头到下面有云雾慢慢变浅嘛？对，它其实就是上面山头部分是进到染缸里面去的。对，那我们是用一个叫做帽子角的技法，我们就是呢把布绑起来之后，再用一个塑胶袋，这样给它戴一个帽子一样。戴一个帽子。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整个下面就给它进到染缸里面去，然后就把它像刚刚这个我们在染这个围巾一样，把它染出一个渐层。然后我们染出来之后，就把那个袋子把它拆掉。它就会把那个山的形状就会跑出来，所以戴帽子的地方就是创造它的山线、山棱线是吗？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把每一层山的颜色都把它染出来，这样子。那子若，你刚刚说从上往下染跟从下往上染会不一样？对啊，就是会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如果说我这个山，我给它从下面往，因为它就是要感受出山头有没有比较没有云雾，然后露出来云雾里的感觉，所以说它下面比较浅，就会有那个云雾在那边飘荡那种感觉，这样子。我刚刚为什么猜是从下往上染？我就是猜说，因为你这样绑好，所以你要先浸下去之后，上面那个最下面浅的地方要先拿起来，所以深的地方留在下面。我刚刚是这样猜的。动身体，所以其实现场会有老师指导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技法来做染布嘛？对，没有错。先看安的伞，其实做的真紧是从真紧的伞，爱用现的台盖蒙住头前了。那这个我们看到这是可爱的猫头鹰吗？对，这个是猫头鹰。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做的。这个的话是一种就是热染的一般的植物染的技法。对，那我们就会去选我们比较。上色比较好上色，色调度也好的一些不同的植物，然后来去把它做染色活动，然后再把它绑扎起，再把它制作成成品这样子。是，所以你给你看到就是以蓝色，我们就说用山蓝为染剂染料，它的原物料。那像我们看这种暖色系的呢，会有什么？我知道像柿子的皮可以染，柿子可以染色，没有错。还有你们会用什么样的？对，我们看到这个橘色的这个是用茜草。
茜草，对，茜草的根部来去做染色的。然后紫色的话，其实它又不是植物，它是叫做那种紫胶虫啊。对，我知道这个。对，一种虫，它是在我们台湾呢，常常会看在荔枝或是龙眼树上的寄生虫，用它虫的分泌物，对，然后把它拿来做染色的。哦，所以冻腺体它的色泽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对，没有错。好，嘿，你现场还有评论讲呢，你下冻风还嘛个？大家听说的带追 M 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场也有看到，这个是你们自己制作的这个口罩，对对对，还有口罩套，对不对？对对对，像我现在戴的这个就是口罩套，很好看。对，那我们可以在一般的口罩上面给它戴上这个口罩套之后，它的整个那个对于这些病毒的防护力又会更好。对，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口罩套，其实你可以把里面口罩把它拿起来，然后只要经过那个紫外线杀菌之后呢，我们的口罩还可以继续使用，也算是减少一个垃圾的产生这样子。哦，你本来想到呢，你老追 M 着蓝衫，然后帮口罩穿蓝衫哦，因为你蓝岩美，你用切分岩哦，它其实本身它的植物就具有这个除菌杀虫的效果啦。对，所以以前客家人在山林呢，他们就会穿蓝衫，就有这样的作用。对，所以大家做的现在这个设施，如果我们去，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口罩吗？因为口罩它这个我们都还是经过后续的缝制处理。对，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做体验活动，而且像我们这个口罩套也是一样，必须要去经过30-40次的染色，才有办法有那么深的颜色。对，然后我们一般游客没有办法体验到那么多次这样。那游客可以做什么呢？游客的话，我们通常就是说手帕，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束口袋，对，或者 T 恤等等比较简单的东西。那我们会让他们可能染色个大概4-5次左右，让他们去体验一下整个从绿色到蓝色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变化过程。对，让他们了解一下整个蓝染的文化这样子。哦，不，大家走来感受一下啦。刚才你讲到呢，现在呢就是主要的据点，我们就是在三义，没有你三米大不哈。这边有一个园区，我觉得有点像大家可以去的这种休闲度假的农庄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对，我们卓野小屋的三义园区呢，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你刚刚可以讲到，我们这边最有名就是我们这个蓝染体验。对，你可以花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选择你想要做怎样的商品，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说，怎么样做各式各样不同的纹样。然后做好之后就可以自己染色，然后就可以拆作品，体验一下那个感觉这样子。那在我们这边，你可以来享受我们一个特色设计的一个养生蔬食餐。对，那我们也有民宿，那我们民宿呢还特别用一种谷仓，就是台湾早期原型那种谷仓的造型，你可以睡在那个谷仓的房间里面，那特别有意思这样子。唐宫呢，园区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动物，是不是？对对对，我们有养猫啦、鸡呀、鹅啊、鸭，很多不同的小动物。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去到的人是走的，有一种最原始、不用放松，就是很接近大自然的感觉，对，去亲近它。对，我们整个园区呢，它是以一个台湾传统乡村的一个感觉，对，来去做打造的。你走进我们卓野小屋的大门，就好像走进一个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台湾，穿越到以前吗？以前的农庄吗？台湾早期的农庄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本大家感受一下，又都从返璞归真了哈。特别讲三米体 K 呢，几乎都是客家人。我想在客家庄也是会显得不一样，那种质朴、单纯、良善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本大家来感受一下。咁等家下呢，其實喺節目當中，讓大家來分享。其實看到有按多種冇共用藍染嘅作品，佢除了講講餐啦，韓國做滿臉啦，做 M， 佢韓做的做乜嘅，乃都有藝術嘅創作呢。到咗喺節目當中，其實嚟到大家分享哦。大家轉到歡喜來咧！Rita 喺今日節目當中學習到藍染嘛，除了認識嘅，原來佢係咧冷染，就是冷染啦哈。韓國要當到嘅咧顏色嘅技法，我就非常嘅sense，有機會我自己又有咧職人精神，我一定不會我染40敗。今日想分享要強調卓野小屋嘅總經理卓子洛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再次的分享。Hello， 子洛總經理你好。主持人你好。
啊，子洛，我要快问快答你哦。可以。你都还有上音，虽然你是总经理就很厉害，总经理，不过我开始去栽培你子洛。子洛，请问，我这个很快哦，你要不假思索。请问蓝染的职人精神是什么？其实我们蓝染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很有耐心，一次一次把那个颜色染深，耐心，而且你要到最后一次，然后等于是除完蜡或者是拆完它的那个绑搭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那个图案是长怎样。哦，每一次都像在拆礼物，每次都惊喜。对。你有失败过吗？有，常常失败。常常失败，真的啊？真的吗？对。那你觉得这个作品失败怎么办？就是我们会想办法去，如果是有办法修补的话，就重新再把它绑起来，或是蜡画起来，然后再重新染过。那没办法，我们就重新做一个这样子。哇，可以再创哈。对啊。跟艺术家求了莫满意，不过可能拍3音球看，哇，你已经动酱了，这已经很美了，都有可能了哈。好，听一听，请说出3个工艺师必须要具备的专业能力。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爱护我们这整个产业，不管是说工具啦，或者说我们一整个技法，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传承下去。对，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整个产业的一个过程。对，因为说，比如说我做木雕，我必须要去知道说木头它整个木头的不同的特性，然后要去了解说整个不同的技法怎样去做呈现。那蓝染也是一样要了解到它是整个从农业，然后一直到我们的工艺，然后到产业这样整个一个过程的一个变化这样子。所以它还是有它的 SOT 啊。对。所以刚才讲到，第一个你既然强调是有那个爱，你要热爱这样的产业，是，然后要去珍惜它，对，要去珍惜它。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了解整个制程，就是从头到尾，对，怎么样种下去，到最后怎么样变成成品。是的，对不对？这2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去想办法去把它保存下来，去推广出去。对，就是包含说我们蓝染呢，因为我们蓝染等于是说有断过一段时间，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一代，台湾又有好几百个不同的工艺师在各地，然后要想办法去传承这样的精神。那我们要想办法让蓝染不会在台湾再消失掉，把它传承下去这样子。刚才子洛安讲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之前要说返乡的小农、青创的一些小农也好，或是很多做文创的青年也好，其实就是有那个意识，要再把我们台湾本土的文化，我很美的这些文化的记忆传统的这些艺术，把它传承下去。对。哇，非常好！好，再来第3题，请跟我们分享有没有哪一些可以培养美感的方式？帮我们分享3个就好，好吗？一个就是我希望像我们三义也是算是一个蛮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从大自然当中去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一个就是培养自己的美感，看到一些大自然的一些花草啦等等，然后去感受那个变化，然后就可以去知道说，要怎样可以做出一个美的一个东西出来这样子。所以要亲近大自然。对，亲近大自然。对。那像子洛你自己在土俩木笋呢，是在读美术系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功法，比如说不管是画素描啊、水彩啊、油画，或者是做雕塑等等，然后做精工等等，它都会需要有很仔细的观察力，然后变成自己的创意再发挥出来。对，没有错，就是要去多去观察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就一花一草，一花一草都是一个创作的可能性。那我们就要去探索它，然后去把它呈现在我们的作品上面。哇，你讲了从一简单，不过没到某简单，就是说你要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心思，能够沉淀下来，走在讲劝台词人亲近大自然。对。然后你亲近之后，你还要很真实的感受去观察，然后把看到的东西咀嚼一下，它可能就变成你另外一个创作的泉源了。对，动身起好，所以你也行咧是走在本台架动3棒来走了哈。当然，相信平常要多接触一些你觉得美的事物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对。那现在子洛自己现在就定居在3义了嘛？对。那你都平常怎么样继续增深你的美感呢？提升你的美感呢？就是去多看，因为其实我们在3义都会经常介绍大自然，然后我们都会。然后每个四季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对，然后有不同的花卉，我们都会去在我们园区里面布置各式各样不同的美景。那我们就会可以说，又有怎样的不同的花，我们就可以来做怎样的创作。那有怎样的动物啦等等，我们都会把它放到我们的创作里面去。从生活当中就为自己打造
有这样的环境。对对对，没有错。哦，本一家月昂的感高哦哈。好，水每日天呢？请问子洛，你觉得蓝染什么样的图形最能代表你？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会一直很喜欢去画一些线条的东西。对，那像这样一条一条的线条，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作品呢，就是让它整个变得很不会说太过复杂，或者是说很让人眼花缭乱，然后一条一条线条让作品呢变成一种很沉稳的感觉。对，那也会可以就是说，让我们整个画面变成很安稳这样子。对，我觉得可以蛮适合我们的一个特质这样。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在这个简单的线条里创造出不凡的价值？对，可以这样说。那地公子若景前，你还有到荷兰去参展，就是做展览，然后还有做推广跟教学，对不对？对，我们曾经有一次受到我们台湾观光局的一个邀约，然后到荷兰，他们当地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国际的旅展。然后我们在现场摆摊，然后现场教荷兰人用我的破英语，然后跟荷兰人教他们怎么样做这个蓝染，然后跟他解释说怎么样为什么会从蓝色变成绿色。对，我们在现场然后教他们整个就是蜡染的一个技法，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的名字的中文字要怎么写，然后用蜡染的字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然后跟荷兰的民众来做一个交流，让他们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蓝染或是我们台湾的一些文化都更有兴趣。哇，跟该白耶，人家展览，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像我们这样台湾这种在地的这种传统文化，其实对国外的客人来说，他们都很新鲜，是没有接触过的。对，那我们就可以多利用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去吸引他们，对，然后让我们做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交流。对，让我们可以让他们搞不好有机会，下次就会想要来台湾，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台湾的蓝染文化。呈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感，对不对？好，刚才你其實講到無論係用哪種嘅形式來染布啊，來創造呢啲啊，我覺得它有無限的可能，因為它的顏色光是設計，它好細微的變化。那像我們今天現場還有一幅這個汪洋系列，對不對？這個汪洋系列是你的作品。是的，没有错。你一笔一画去画出来的。对对对。那它的技法是用了哪一些呢？它前面就是我们用的是这个叫做蜡染的技法。那这个蜡染的技法，它其实很特别，它就是我们用加热的方式，像我自己是用电磁炉，然后把那个蜡去把它加热，加热之后，我们但蜡会这种固体融化成液体的状态，那我们就会用毛笔啦，或者是用蜡刀等等不一样的工具。然后就把蜡粘到布上面，然后在布上面来作画这样子。对，然后画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拿去染色，然后我可以呢染一染到中间，它变成一个浅色的状态，有没有？然后我在浅色的状态之下呢，我再把它再拿去再画蜡，那个蜡会把那个浅色再把它封住，然后再染再画，再染再画，这样重复呢就会有深浅不同的层次。对，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再把这个用煮的方式把这个蜡去掉。那图案就会显现出来，这样。要把蜡去掉是要用煮的，用煮的，加热的。那我们的染上去的蓝这个颜色不会被煮掉，不会被煮掉。动体片的。对。所以它的是一个热，一个冷染。对。它是里面它竟然不会有冲突，不会有冲突，没有问题。动好高哎，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染法它都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感觉。像你有做很多神明系列啦、动物系列的啊，这也变成是你们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对不对？对，像我们的商品很多就是像这种家饰品啊，我们就会很多动植物啦，或者是一些台湾文化的意象下去来做我们的一个创作。那这样的东西呢，就很适合当做我们喜欢我们蓝染的民众的一个，就会购买这样的商品当做他们的一个家饰品。在居家生活就可以充满这些我们喜欢的东西哦。对。刚还有呢，根本一直落来哈，它从口罩到上衣到裤子呢，都是自己做的，全部很蓝染的，对不对？你的衣服也是，然后牛仔裤也是。对对对，我今天穿这个也是我们去年才开发出来新的一个蓝染的商品，就是我们用在跟台湾的一些纺织厂来做一个配合，他们会去开一个板，然后我们用一种叫做很特别叫做 Lycra 的一个纤维。那这种纤维它是非常的特别，它的一个伸展性很好，对对对，很有弹性，很有弹性，弹性很好。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裤子呢，
穿在身上就运动干嘛都很方便。然后我们又把它染上蓝染的颜色之后呢，就让它变得很漂亮这样子。感觉蛮有活力的。是的，没有错。所以动厉害哈，你爱嘛个东西呢，你会蓝染这一项手工技艺，你就可以把它付诸到你喜欢的地方，有点像那个梦想成真，安源也感觉哈。对，阿明相信今年呢，航斗提示班年哦，未来长长久久，也祝福子洛呢是学美术到你把你的美感呈现在你的作品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哦，也继续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跟感动哦。希望子洛，希望。今日老大家介紹了咱亞毛洞這樣嘅設施，咪希望大家會喜歡咯。老安尼台灣老安尼客家嘅文化繼續傳承下去，希望大家嘅收看，邀請大家點解繼續聽你先上嚟做認同哦。希望大家上嚟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